一直以嚟都淨係用把聲喺 YouTube 嗰度同大家講故事。點解今次我會接咗呢一個現場講故事嘅活動呢？4月嗰陣，海之戀商場邀請咗我去現場講故事，同小朋友玩下遊戲，同埋同家長一齊講下故事，傾下偈。當下都冇諗咁多，好似去咗先都冇壞啊。但係去到當日，我真係好緊張，因為從來都冇面對面見過大家啊。但係我試咗一次之後呢，我真係好滿足。可能見到大家聽完故事玩得咁開心嘅樣，真係會好似食咗10包朱古力一樣咁滿足。所以7月份我會再搞一個親子繪本工作坊，希望大人同埋小朋友可以一齊參加，一齊聽故事啦，一齊做手工啦，過一個開心嘅暑假，同埋有一個親密嘅親子時光。如果你哋都有興趣嘅話，快啲 WhatsApp 我同埋 DM 我查詢或者報名啦。我哋7月見，拜拜。